如果沒有什麼事情，那我先掛了。哎，南宫小姐。喂。你听我把話說完啊。這個賀錦熙呢，小時候父母離婚了，他跟了他父親，還有一個妹妹啊，被他母親帶走了。還有一個妹妹。对，有一個雙胞胎的妹妹，兩人長得一模一樣。你就是顧家管家說的賀錦熙吧？南宫琉璃是吧？外表并不代表一切，胸大无脑的花瓶顧大少爺身邊應該不會缺吧？只要顧大少不瞎，我相信你一定沒機會的。這麼自信啊！希望你能笑到最後。這不是賀錦熙嗎？就你這樣子，他肯定下不去嘴的哦。你說這次咱們倆誰會贏啊？不管顧西城讓我幹什麼，這都是我們倆之間的事兒，我願意就行，跟你沒關系。就凭我是他合法妻子这一點上，我永遠都比你強。喂，南宮小姐，你還在嗎？喂，王偵探，請您盡快幫我查一下賀錦熙妹妹的資料。好，謝謝。你這做的什麼呀？中不中，西不西的？我實在是不知道你喜歡什麼，所以我就每樣都搞了一點。好，我尝嘗。怎麼樣？这個牛排不錯，是我喜歡的口味。看來你廚藝不錯呀。我想好好謝謝你。這次要不是你這麼相信我，我可能就要背個壞名聲被趕出去了。大恩不言謝，來日必將報答。哎，等等等等，賀錦熙，我對你的幫助，你就想用這一頓飯把我打發了？我不是那個意思，我確實想好好感謝你，可是我想了半天，也不知道該用什麼樣的辦法。我覺得你好像什麼都不缺。哎，誰說我什麼都不缺啊？那你缺什麼？你說吧。別人可能做不到，但要是你，一定能做到。那你說吧。咱們倆結婚的時間也不短了，這一次我又幫了你的大忙，你說咱們倆的關係是不是可以再進一步？大色狼。